三雄，三雄就挖角本来主持的这个应该是要上2堂课，荷兰放掉，荷兰再让礼拜1，不过礼拜1的课就抓狂。来。 来，看到52了，来，你看，把52全部讲完，是一个那个上礼拜另外2个班已经上不过我们没办法一节课上，太没有班，所以那个等一下万一上课讲的太多废话，老师要出来试试。 交给你了。我根据以往惯例，小老师都会带路指手。说，张老师很奇怪一讲到课本，不管多认真多努力同学都欲睡。讲别的东西不管是多无聊，都听得津津有味。这把情况好，都比过，那心理状态都比过。 你要讲这值得写个全篇论文来研究。好，来了。你要讲你的最后，你要去自己他，我就干嘛？你要去自己他。来，周哥。是哦。对啊。好了。来，我们这讲的是外盈力地球分内盈力跟外盈力，这2个东西差别在哪里？内部的作用力就是让它地球。 来对有这边岩浆热对流啦，也造成火山爆发、板块运动，这就是它的内盈力。表共点，内盈力就是造成地表更多崎岖起伏，比如说断层火山这种东西。可是外盈力是什么？我们这一章要讲的这一节要讲外盈力，就是外面的什么风水海这些东西。 不断进行一些地质作用，企图把它磨平。外盈力会企图把地球磨平，内盈力会让地球弄得地表更不崎岖。你地球如果只有外盈力没有内盈力的话，地球经过这46亿年早就磨平。可是偏偏内盈力跟外盈力都有，所以互相交错作用之下，就造成地球现在这种多彩多姿的。 地形样貌，所以我们来看看外盈力造成地球上什么多彩多姿的样貌。来，赶快有那个心智图来加心智图，这要研发出来，这叫太极图融合中国太极太极。来加讲的是，叫做外盈力外盈力我还分成种。 现在有4种，我把它分2类。左边这个咱太极来对等于讲阴阳对了。阴阳代表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在咱左边是静的部分，什么叫静的部分？就是不会动，废话，不会动就是它不会移动所以只有一个这个作用。 叫做风化，所以列这是静的部分。所以说风化作用就是岩石原地崩解，它不牵扯到任何移动。这就是风化作用。接下来动的部分有3种。动的部分有3种。侵蚀。 搬运、沉积，其实你来看隔壁一个是一贯作业，它是一贯作业。亲子雷把石头烤一个碎屑了来削了一堆碎屑下来，削了碎屑出来要怎么做？把它带走，带不动了怎么办？放下，
讲过禅宗的故事吗？一个师傅背着一个女孩子过河，然后背下去，背过河之后又走了一段路，爱徒弟跟他说：“师傅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怎么可以背女孩子呢？男女授受不亲。”那个禅师说：“徒弟啊，我刚刚已经把他放下了，你还没有放下。”体会一下，禅宗公案里面都有很多那个很有哲理的话，放下啊，人要学习放下啊，人如果学不会放下嘛，所以我当时体会一句话啊，这句话是我自己体会出来，跟人家讲都很有道理，可是另一种年纪可能你还不能体会。我刚刚讲人生哈，人生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要体会这句话，然后我讲过，不要废话太多了。这个就是搬运的，搬运的。但这一章就是讲这4种风化跟亲子搬运能力，虽然4种，左边一类，右边一类，好，咱先来讲风化。咱我要讲的风化就是原地分解的过程，所以你从一颗大石头破成中的，破成小的，再破成细沙，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剩什么是风化作用？最后的产物，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没有，风化作用最终的产物就是产生土壤。不要小，有土壤才能长出东西来，才能养活地球上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土壤很重要，对不对？你石头怎么种东西啊？你一定要有土壤哦。所以来讲，要用水土保持最重要的是安尼。你想想看哦，尤其在山上，你想想看，从光秃秃的石头要变成土壤，要化育成土壤，再往路，没有上千年，都是千万年的事了。可是土壤消失，一个洪水冲掉，全部入海，一夕之间就没了，又出来光秃秃的叶子。绿草，格兰草，又是千万年。在化育成土壤之前，长不出作物。好，所以风化作用很重要，是它会产生土壤，这个土壤会养育万物的东西，长出植物作物的东西。当然有些树也可以长在石头上，不过它毕竟比较少。你要看冲过的，只露出石头那个山就是光秃秃的，一定要有土壤，这是互相的。我植物去抓住这个土壤，让它不要流失，然后土壤去化育植物。但如果大家一起冲下去，最近这个土石流啦，就是造成这种。我们风化分成2种，物理跟化学。物理风化跟化学风化，复习一下，你国2理化2什么叫物理变化？什么叫化学变化？更别嘞。连博士，同学，连博士，快点！第一节就无精打采，生病了嘛，不舒服嘛，要死了！星期2来上课要死了。昨天没有放假，今天不是，今天没有放假，讲错了。放假放不够啦，放假放不够。其实放假放太多，主要是今天的。你那跳开也是那个，我一早来讲，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哪有啥物周休2日啊？
我们上个星期六中午而且我来讲，我打刚升旗，打刚降旗哦，只有礼拜六是升旗没降旗，因为礼拜六中午就放。那问你，我们中午上学，我们那个分班分到那个好班的，我们也回不去呀。我们礼拜六下午这样留在学校上课啊，看别人放学呢。我一阵头有我看别人放学，心里话不平衡的样子。啊，这阮教学头前有国中，啊，今校周改，阮有国中以早，阮第一楼的教学头前有水池，所以阮水池阮读的拢去要比武，啊，所以有些人上课外就湿淋淋的，有些人是湿半身，有些人是湿全身，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湿半身就这样直掉下去，啊，因为水池高度高过这边，所以他下半身就湿掉。啊，湿全身就是这样碰哈。规人爱飘了，我那个就从头到脚，连头发都湿掉啊！还有我们那边考试，中午12点还没吃饭在那边考试看人家放学骑脚踏车一直走很不平衡在那边看着。然后呢，我忽然看到有一个人经过水池的时候，转弯幅度太大，一滑连人带车啪下去水里面哇，精彩！水花溅多高精彩！赶回去是啊，放学了是吧？要走了是吧？掉下去了你看考试考到一半多开心来，所以我有时候想我们不如不要周休2日，我们就是上3天课放1天，再上2天课再放1天。你觉得这样比较好，还是连放2天？我觉得上2天放。其实我可以上2天放，3天放1天的。我觉得不要上3天。你知道我迄阵做兵，那入伍的时阵我那时候早上8点吃完早餐才放假，晚上7点就收假，放不到1天，可是放出来好开心等我真的入伍到外岛去你知道我一次放假放几天？因为外岛一次飞回来飞机就逢5起飞，所以一次放假放10天。一次放假放10天，可是我告诉你，你放10天的假你到过第5天之后，你只有前5天快乐。你过第5天之后你的心里又开始不准了，就开始闷起来。随着第6天、第7天、第8天越来越闷，我告诉你，到第9天那一整天你心情恶劣到一个极点。为什么？明天要收假了。问题是最后1天第10天还有一整天呢，还有一整天呢。你当初放半天嗨得像什么一样？只有你放那10天，最后1天你恶劣到那一天根本是像游魂一样。所以我来讲，人真的都是心。来，就聊了呀。那个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你们课本怎么讲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物理变化就是水循环。你不会跟我讲说，物理变化就不是化学变化，化学变化就不是物理变化了。快点，我是物理变化。我看看 ，Let me see。来，look。2年级的没听到。我知道了。好，这样。怎么？课本写什么？课本什么都没写加上我们在课本我看不懂来，复习节啦。它里面讲说，还有一个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这我知道。什么是物理性质？什么是化学性质？
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课本原先你念到国2上，前面就讲到了。迄阵是来讲物理变化，就是没有产生新物质的变化。好像是的。化学变化就有产生新物质的变化，是不是这样？修下呗。对。5号。可是我告诉你，你2年级上完，你国2下上完之后，你不应该维持这个答案。你要怎么讲？你学过原子分子，物质表现物质最基本特性的例子是什么？分子哦，分子哦，不是原子哦。就像水分子是它特性的最小分子，水分子再分解下去变成氢原子、氧原子，就没有它的基本特性。所以你这句回答要改成什么？分子有改变的叫化学变化，分子没有改变叫物理变化。比如说水的三态变化，分子有没有改变？没有，所以它就是物理变化。你在国2上的时候，你没学过原子分子，课本不会给你写这种定义啦。它只告诉你是不是新物质。问题是，你说什么是新物质？为什么冰对于水不是新物质？为什么蛋白对于蛋黄，那个煮熟的蛋白跟生的蛋白，它就是新物质？啊，不是一样都从液体变成固体吗？你学过原子分子之后，你就要回答，因为蛋白的分子改变，煮熟之后蛋白分子改变，你知道吗？所以，我再来讲，上面一个物理分化，上面一个化学分化，做简单的，分子改变，分子改变了，来，大颗石头碎成小颗，什么变化？物理。什么分化？物理。物理啊？为什么？石头的分子不会变啊，它就破掉而已啊。来，所以导致物理分化的第一个，阳光，它引起热胀冷缩，它就裂掉了。这是第一个阳光，很容易理解。第二个，生物。课本举的例子是树根钻到石头缝里面，它会沉裂。你看那个行道树，你正位这个阿门口水泥，是不是也会把红砖水泥崩裂掉？对不对？其实哪一种生物分化作用最厉害？对不对？当然是咱人啊。你买个炸药去炸山看看，哪一棵树比得上的分化作用？你埋炸药把山炸掉，这算不算分化作用？原地崩解啊！谁比我们还厉害？来，给啥？水，水什么意思？有些地方白天温度高于0度，晚上温度低于0度。尤其大陆型气候，遭穿比较传沙嘛。晚上石头缝里积的水是会结冰，水结冰会怎么样？膨胀，对不对？水结冰而且膨胀很多哦，膨胀大概1/10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特性，绝大部分的物质，液态变固态，体积都会收缩。体积膨胀收缩是什么意思？密度变大，它的分子堆叠的紧密度。你想想看，液体会紧，液体比较紧密还是液体？都堆成固体了，一定比较整齐嘛，所以一定会比较紧密。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东西变成固体，密度都会变小。但是水为什么这样反差？国中不会学到，高中化学会学到。水因为有氢原子，
它会产生一个氢键啊，不是口香糖，键结。它氢键在结冰的时候，它会把整个它的固体去架空，所以造成冰块它的堆叠就比水还要松。所以这也是冰为什么体积会变大的原因。其他东西都相反，大部分东西都相反，都是固体堆得比较紧密。它结冰之后膨胀，细缝是会被撑大，细缝被撑大之后，白天是不是又可以装更多的水？然后晚上后结冰又撑大，就一日复一日，日复一日，这颗石头缝是不是越撑越大？最后这颗石头是怎么样？裂开来了。好，来，接下来化学，化学也有一个水的因子，这是什么？它是酸性水，通常是含有碳酸的成分的酸性水，会把原子里溶解变碳酸钙，含钙溶解变碳酸钙，然后带到一个。然后凝结变成石灰岩洞，所以单构每一个钟乳石洞啊、石柱、石笋，这个就是这样形成。所以这是不是化学风化？对啊，它变成酸性碳酸钙之后，就是改变它的分子啦。来，还有一个空气，提起空气中的氧气啊。氧气会造成土里面含有铁的岩石变氧化铁，简单就像生锈一样。所以氧化的土是红色的红土，这个就是氧化的铁。所以它有没有改变分子？氧化了，啊，氧化了。好，这就是风化，啊，这就是风化。来，咱转来讲这里，这边有4个力量啊。这块学习单来对话，我是用一个表格啦，啊，这个学习单我是用一个表格画出来，然后这边把它分开成4个力量，哪4个力量？亲子搬运成绩最重要，尤其亲子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流水，对，在河流啦。河流有会雕刻高的地表一直刮，而且它日夜不停的流，啊，就这样刮，然后就雕塑我的地表，啊，这是第一个流水。来，给题，这个没有顺序，啊，没有什么顺序。流水风，因为有人还没小人呀，就是讲啊，这是由大而小，没有啊，它没有顺序。流水风，然后。冰川、海印、海浪，你可以看到这三个都是水嘛，只有这是空气嘛。但是问题是，你看我们这边为什么写空气，这边为什么写风？来讲过啊，这边是静的啊，这边是动的啊，对不对？所以静的我就是空气就是水啊。动的就是流水啊，就是风啊，就是海浪啊，冰川是不是也会动？好，所以记得我讲的，这边是静的，这边是动的。好，然后我上面再根据这3个侵蚀、搬运、沉积，来写出。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地表景观？侵蚀一直刮下去，流水它会刮出太鲁阁峡谷，对，上出名，它那个 V 是深 V， 几乎垂直的翘。一般河谷 V 型谷是安怎？咱看2座山的中间。这种就是河谷，这就是河谷，位在这里。好，咱先来讲冰川加有一个冰型。
台湾有没有？有。我有。台湾为什么会有冰川产生的 U 型谷？因为台湾曾经经过冰河时期，这是在冰河时期造成，现在没有。但是冰河时期留下来，在哪边？你从东势要往玉山的八通关那里走进去。那山路不好走，有点恐怖，因为很窄，而那个山又很陡峭。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地方，它的样子会变成什么？它的样子看起来就会变成，你说那个 U 不一定是那 U， 可是你看到这个地方，它就不再是平的，它有一点这样弧度下来。当你看到两个山是这个样子，不太容易看到。下次你有机会到往深山走，你就可以看到，这第二拿这 U 型这个冰川留下来的遗迹。因为冰川它是冰块在切嘛，流水是一直流，它这样子是力量比较小，可是它是日夜不停的流。冰川的特点是它刮的力量很强，整团冰块这样在刮，可是它走得很慢，所以这就造成刮出来是 V 型跟 U 型 U 型的差别。好，再来。流水搬运原先大的石头经过搬运，所以到中下游的时候，石头外口拢磨去啦，所以就变成圆滚滚的什么鹅卵石。这咱人生嘛是安尼，那个你所有碰到的困难磨练都是上天要把你的零零角角磨掉的试炼，久了你说老师我不要变鹅卵石，就是鹅卵石是形容你的那个人生历练跟个性，不是讲你变成一个石头。后来小贵沉积，出海口沉积变成所谓的什么？三角洲，阿明，来一站中国地理上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啦。欢迎大家，我们今麦台湾嘛有三角洲啊，只要大耳的出海口就会三角洲啊。好，三角洲，你知道三角洲是什么样子吗？就拿枪跟人家对峙。这是海岸，一条河的出海口，它一定会变大，河面会变宽。好，它这等于都是水就对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三角形，所以两边就是三角洲。那是冲积物。好，当然有些入海，不过如果在沿岸边就会形成三角洲。如果从山下去，它就会变成所谓有一种叫冲积平原，它就不是在出海口，它是在山进到平原，就会形成冲积平原。再来，风一直吹石头，而且单季风都是同样一个方向，或者随着季节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所以这样子日夜不停一个方向磨的结果，它就会形成单边有棱有角的，所以咱叫风棱石，它嘛叫风磨石。风夹带着细沙，一直刮，一直磨，一直刮，一直磨，就把岩石刮成这种样子。好，这就是风的侵蚀造成的地理景观。来沉积其实将搬运沉积社会，因为我吹出来的东西，我把它搬走，搬到一个地方沉积下来。
沙漠的大型的地方就变成沙漠啊。其实沙漠有两种哈，沙漠有两种，一种像撒哈拉沙漠，伊无啥物沙，它就是一个贫瘠龟裂的土地。然后如果是蒙古戈壁那种沙漠，你才会看到那种像山一样的沙丘。好，所以这两种沙漠不一样啊。沙丘那种，你若要台湾要看哦，你那个四重溪，四重溪有一个风吹沙，你一样，遐个有袂歹生啊，不过做危险的，坐迄个吉普车，吉普车哦，他就带着你去飙沙，不过有点危险，听说以前翻车过。我那开着吉普车，然后你人站在上面，它整个在爬那个沙子上去哦，所以很陡哦。加气球，吉普车在那外头走啊。我以前还坐那种大轮子的吉普车，然后还去爬那个河谷的，那个都是鹅卵石的河谷，吉普车在上面开。那个一般的车如果去开底盘，一定就撞烂了啦。那一定是大轮子高底盘的才能去玩这种东西啊。来，冰川 U 型，然后呢，搬运跟沉积物叫做，来这个字课本还有注音，不，这个字念成气，啊，相当于企业的企。冰川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这位刮凿，刮到上面一个，刮到冰川融化来时，它就全部大小放下。所以冰川是完全没有，我们叫一种叫做这波丘嘛，叫做逃选度。什么叫逃选度？这些作用在搬走东西的时候，它会随着它的能力不同，它会有些东西先放下，有些东西搬比较远，它就把大小不同的分开来，这种叫逃选度。好，像下游的水沉积的都是比较细的，中游、上游沉积物就会比较大的。冰川没有，逃选度等于0，因为它要放下就全部一起放下。你知道逃选度最好是哪一个力量？风的逃选度最好。很简单，大的我就吹不动嘛，小的我就给你吹到天高皇帝远嘛。所以风是逃选度最好，一个最差的是冰。来，上尾咱来看这个海浪。海浪的侵蚀哦，海浪侵蚀它沉积中间在就是沿岸跟沙岸的分别。你知道沿岸就是侵蚀的结果，沙岸就是沉积的结果。所以我们会在沿岸看到所谓，你只要看到海蚀开头的课本写过来种哦，有啥海蚀崖啊，还有啥海蚀平台啊，还有啥海蚀洞、海蚀拱门，这只要海蚀开头，就是海浪去打出来的，好，那个海浪的搬运沉积物，就是沙滩、沙洲，沙滩和沙洲不对无讲。做简单啊，沙滩是跟岸接在一起，沙洲是在外海，有上面外山顶洲沙，啊，在外海，它可能有一部分会跟我们陆地相连，不一定是完全在外海，但至少不是从岸边直接延伸出去的，这个就叫沙洲。岸边直接延伸出去的就叫沙滩。呵，这就是冰学习单列图表分类。好，不要加哈，除了流水之外哈，风、冰川、海浪这搬运，这都是搬运跟沉积一起造成的。这边就是侵蚀造成的。只有流水它有分这一些。
它为什么会？我们现在来讲河道变化跟海岸线变化。来一条河，经年累月，最后会形成河道平衡。海岸线也一样，河流冲击物出来，海流带走，这个叫海岸线平衡。它们平衡久了，有时候会因为人为的因素被打破，被打破。来，河道平衡举什么例子？河道平衡举的例子，等于说你在中下游挖一个洞，你为什么要每次去把河挖一个洞啊？讲到这个洞学问就大，河要挖洞，产沙石。为什么学问很大？所有的建筑都要沙石，海沙又不能用，所以就是河沙。所以你看所有像高屏溪河，你若沿着河岸走，你一定看到很多砂石场。那个砂石场牵涉的利益很可怕，所以有时候你知道那个。要维护河川要去抓那个非法盗采砂石场的公务员，有时候会被黑道打的，还被身家恐吓。因为有庞大利益的地方，就会有非法有黑道介入。所以这是河川。想要去欧井康，你欧井康用，欧井康有欧井康嘛，我又不会去河川上走，我也不会怕掉下去。问题是，你挖了洞，大自然会补它。大自然怎么补它？侵蚀它上面的河床，刮一层下来，去把这个洞补起来。因为河水是这样流的，它没办法刮它下游，它都刮它上游。河床被刮了一层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以前这里盖的桥，对不对？桥要有角嘛，它要有桥墩嘛。桥墩原本在河床里面埋着嘛，结果河床降低一层之后，这桥墩有吗？露出来了。搞不好再深一点还悬空了。结果这座桥就怎么样？断了啊！之前我们高屏溪那个高屏大桥，迄偌恐怖的咧，迄规个一条灯伊咧，像顶悬的车哦，惊死啊！还没过到一半，拦腰折断哦，还没过到一半哦，就栽进水里面了哦，然后就被冲走了。过到一半了，你也卖华裔，我。逃鬼比新的鬼啊！我过到一半了，我怎么车子越开越挖苦啊？然后就倒滑下去了。那时候一堆车冲到高屏溪，然后冲进海的，这整个大桥断掉。所以这个盗采砂石造成桥墩歪漏，然后造成整个桥就这样被冲垮。荷兰来讲海冲下来的沉积物跟海浪带走的如果一样多，这个海岸线就维持平衡。相反的，如果带来的少，带走的多，海岸线就怎么样？后退嘛。倒过来带来的多，带走的少，海岸线就怎么样？海埔新生地嘛，就往前进嘛。其实海流方向改变也是一种，因为你会。建海港、建防波堤的种种关系会导致海流方向改变或是强弱改变。河川的沉积物是什么改变？第一个，上游水路保持不好，冲下来很多土石流，是不是增加？什么时候会减少？你在河上面挖水库，沉积物改在水库沉积了，它就不入海。这样就减少海岸线就后退了，连现在海边的房子就怎样
就到水里去了。好，产生海姆竞争力好嘛？会给土地啊，好，给土地啊，啊，少了就麻烦了啊，少了就麻烦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河道变化跟海岸线变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呵，那大功告成，一节课把6之2上。然后我跟你们讲，我有画这3节的心智图给你们，好，你们自己公布。这没有恁抄的啦，哈，这是有恁常课的。你要对自己有帮助，你要依照自己的方式去画出来。好，我3个单元我都画完了，我也把它影印封闭了。好，这个乔老师拿去就给你们公布完，这就是我们这3节，包括下一节要做的、要上的，我也画出来。好，你们就参照这个模式，自己试看看，画出自己的心智图，把它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然后把这整个单元学会。好的。